接下来，舌尖上的中秋，我们带您去见识一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式月饼。据说呢，这个苏式月饼呢，曾经是乾隆皇帝当年钦点的御用月饼。那这种月饼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又是如何制作的？接下来就去体验一把这个苏式月饼的做法。唐朝诗人苏轼曾写下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的诗句，就是赞叹月饼酥的掉渣、入口即化的奇妙口感。饼皮是否足够酥松，是苏式月饼最见功力的地方。我来试试啊，有什么技巧？就要这来回就可以吗？要摆成什么形状呀？薄厚要均匀，要均匀的是吧？哇，这个刚开始还蛮容易，但是一旦这个面积摊开之后，要做到均匀还不是很容易。这个手劲儿要匀是吗？对对对。多少时间才能擀好啊？哎，看这面皮在我手里面真的是不是很听话，看它在何师傅手下就非常的乖。把面皮擀好后就是卷面的，这样制作出来的月饼才会松脆可口。我来试一下啊，还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一直这样卷是吗？往里面卷。醒过。要那个我们卷完之后要醒一会儿。醒它就松弛了。要松弛了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要醒多久呢？一般一般得醒15分钟嘛。15分钟左右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就是这皮子要搓的长短粗细差不多一点，把它擀成粗细差不多的一条。那么开始就是一个个的这个啊，像我们哎这一步跟包饺子那个很像哈。让它就成一段一段的。啊，来，我来试试啊。接下来，把揪好的剂子用手掌沁扁成薄饼形，就可以包制啊，把它按扁。你看啊，这个皮要沁好，现在均匀圆的。圆的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掌上面。一个馅儿。心摆在里面。中间。对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转，我是把它塞进去了。这个是我们烤箱的上层温度，上面显示是250度，那么下层呢是218度，这个就是时间。大概13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的月饼就可以出炉了。如今，人们对于美食的追求似乎已经超越了美食本身。吃苏式月饼，大家更多的注重的是品尝时的心情，一份小时候的好味道。花上30-40分钟乃至1-2个小时，排着队等候，只为将一抹鲜嫩的热心满意足地带回家。这在中秋前后的苏州街头是最稀松平常的一幕。相信苏式月饼这种健康传统的美食，一如厚积薄发的传统文化，会在现代化的今天越发彰显出新的活力。9月17号下午这样制作出来的月饼才会松脆可口。我来试一下啊，还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一直这样卷是吗？往里面卷。要那个我们卷完之后要醒一会儿。醒它就松弛了。要松弛了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要醒多久呢？一般一般得醒15分钟嘛。15分钟左右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就是这个皮子要搓的长短粗细差不多一点，把它擀成粗细差不多的一条。那么开始就是一个个的这个啊，像我们哎这一步跟包饺子那个很像哈。皮是否足够酥松，是苏式月饼最见功力的地方。我来试试啊，有什么技巧？就要这来回就可以吗？要摆成什么形状呀？薄厚要均匀，要均匀的是吧？哇，这个刚开始还蛮容易，但是一旦这个面积摊开之后，要做到均匀还不是很容易。这个手劲儿要匀是吗？对对对。多少时间才能擀好啊？哎，看这面皮在我手里面真的是不是很听话，看它在何师傅手下就非常的乖。把面皮擀好后就是卷面的，让它就成一段一段的。啊，来，我来试试啊。接下来，把揪好的剂子用手掌沁扁成薄饼形，就可以包制啊，把它按扁。你看啊，这个皮要沁好，现在均匀圆的。圆的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掌上面。一个馅儿。心摆在里面。中
对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转，我是把它塞进去了。这个是我们烤箱的上层温度，我上面显示是250度，那么下层呢是。接下来，舌尖上的中秋，我们带您去见识一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式月饼。据说呢，这个苏式月饼呢，曾经是乾隆皇帝当年钦点的御用月饼。那这种月饼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又是如何制作的？接下来就去体验一把这个苏式月饼的做法。唐朝诗人苏轼曾写下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的诗句，就是赞叹月饼酥的掉渣、入口即化的奇妙口感。并218度，这个就是时间，大概13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的月饼就可以出炉了。如今，人们对于美食的追求似乎已经超越了美食本身。吃苏式月饼，大家更多的注重的是品尝时的心情，一份小时候的好味道。花上30-40分钟乃至1-2个小时，排着队等候，只为将一抹鲜嫩的热心满意足地带回家。这在中秋前后的苏州后就是卷面的，大概就剩一段一段的。来，我来试试啊。接下来，把揪好的剂子用手掌沁扁成薄饼形，就可以包制了。啊，把它按扁。你看啊，这个皮要沁好，现在均匀圆的。圆的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掌上面。一个馅儿。心摆在里面。中间。对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转，我是把它塞进去了。这个是我们烤箱的上层温度，我上面显示是250度，那么下层呢是。接下来，舌尖上的中秋，我们带您去见识一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式月饼。据说呢，这个苏式月饼呢，曾经是乾隆皇帝当年钦点的御用月饼。那这种月饼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又是如何制作的？接下来就去体验一把这个苏式月饼的做法。唐朝诗人苏轼曾写下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的诗句，会松脆可口。我来试一下啊，还可以吗？哎，可以。一直这样卷是吗？往里面卷。要那个我们卷完之后要醒一会儿，其实它就松弛了。要松弛了是吧？对。那要醒多久呢？一般？100年醒15分钟嘛。15分钟左右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就是这个皮子要抽的长短粗细差不多的，把它擀成粗细差不多的一条。那么开始就是一个个的这个像我们这一步跟包饺子那个很像哈。皮是否足够酥松，是苏式月饼最见功力的地方。我来试试啊，有什么技巧？就要这来回就可以吗？要摆成什么形状呀？薄厚要均匀。要均匀的是吧？哇，这个刚开始还蛮容易，但是一旦这个面积摊开之后，要做到均匀还不是很容易。这个手劲儿要匀是吗？对。看多少时间才能擀好啊？哎，看这面皮在我手里面真的是不是很听话，看它在何师傅手下就非常的乖。把面皮擀好。对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转，我是把它塞进去了。这个是我们烤箱的上层温度，我上面显示是250度，那么下层呢是218度，这个就是时间，大概13分钟之后呢，我们的月饼就可以出炉了。如今，人们对于美食的追求似乎已经超越了美食本身。吃苏式月饼，大家更多的注重的是品尝时的心情，一份小时候的好味道。花上30-40分钟乃至1-2个小时，排着队等候，只为将一抹鲜嫩的热心满意足地带回家。这在中秋前后的苏州街头是最稀松平常的一幕。相信苏式月饼这种健康传统的美食，一如厚积薄发的传统文化，会在现代化的今天越发彰显出新的活力。9月17号下午这样制作出来的月饼才。接下来，舌尖上的中秋，我们带您去见识一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苏式月饼。
据说呢，这个苏式月饼呢，曾经是乾隆皇帝当年亲点的御用月饼。那这种月饼它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又是如何制作的？接下来就去体验一把这个苏式月饼的做法。唐朝诗人苏轼曾写下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”的诗句，就是赞叹月饼酥的掉渣、入口即化的奇妙口感。饼皮是否足够酥松，是苏式月饼最见功力的地方。我来试试啊，有什么技巧？就要这来回就可以吗？我感觉什么形状呀？薄厚要均匀，要均匀的是吧？哇，这个刚开始还蛮容易，但是一旦这个面积摊开之后，要做到均匀还不是很容易。这个手劲儿要匀是吗？对。多少时间才能擀好啊？哎，看这面皮在我手里面真的是不是很听话，看它在何师傅手下就非常的乖。把面皮儿擀好后就是卷面，这样制作出来的月饼才会松脆可口。我来试一下啊，还可以吗？哎，可以怎么样？一直这样卷是吗？往里面卷。醒过。要那个我们卷完之后要醒一会儿。醒它就松弛了。要松弛了是吧？对。那要醒多久呢？一般一般得醒15分钟嘛。15分钟左右啊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怎么做呢？下面就是这个皮子要抽的长短粗细差不多的，把它擀成粗细差不多的一条。那么开始就是一个个的这个啊，像我们这一步跟包饺子那个很像哈。大概就成一段一段的。来，我来试试啊。接下来，把揪好的剂子用手掌沁扁成薄饼形，就可以包制了。啊，把它按扁。你看啊，这个皮要沁好，现在均匀圆的。圆的。摆在手上。摆在手上。上面。一个馅儿。心摆在里面。中间。